这5平米厚。就得这边嘛，这里拿回去吃嘛。你要菜又拿回去。1块了。哦，菜也块噻。你那一个月左右。简直这气候太好了。你看，你想看哪屋子好投家子？都好，都太，都好。哪个屋子好投家子嘛？进屋的小。啊？进屋的小块该上50。哪能那场？有几家小的。我不知道我是啥。这啥子？我这咋回事啊？我是看到贴在那。不好嘛。那我们这屋子是一反那个。那我说也不大不起。学校。啊？学校。学校。学校为啥开了？想害完，我看完有点早。现在锅子好吗？产量高吗？现在气候好啊，现在你肥料用的太大了，现在你也懒得不得了。哦，差不多。我是等一年四季都可以种了。菠萝也是可以种。啊，就夏天都可以种的嘛。天的，有水可以搞。冬天啊。
走路过去嘎，走路啊？这儿嘛，就在沟边走嘛，走哪儿去？你坐吧。哎，看样子不太晚。是，我就喊他别投，往里投那儿不行。不投。我没去，全部是干木头没。没有。红米子萝卜用途不一样。抓紧点走。往下一条。你找我晓得。啊？我在哪了？哦，有。饮菜后。今天买啥？买点火水。买点5升。哎。这样水包。喂。啥子是？我来3箱。他们3箱。你还长的妹子。
你背得回去了吗？一大背比追的，有好轻。200斤，它好凶。我呢？对，不，干的就让干的最后。难说。那是明天测的嘛？啊？你刮你这刮哪在？你看嘛这。你真干净，你不干净哪人要啊？你看嘛，这好，你看看没有走过来打丢。哦，这些是好路。那个。我讲的也是不讲的。哎呦！你看人家，这样子你那没刮下，你真是，你看。有来过那是人家不吃的。你在飞机把会输，吃丢就是。死菜掉就是。